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7，以西结书18章9节安尼讲：顺趁我的律例，接受我的法度，照诚实行代志，这是义人，的确得着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讲的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顺趁你的律法，接受你的法度，照诚实行代志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的主，你的道路正直，你的法度公义，你的律法公平，你的话语真实。主啊，你无用外貌来判断人，也无照人浮华的言语来施行审判。主啊，你所看重的，是人有凭着敬畏甲诚实来遵行你的命令。主啊，愿渴望家己所行的，通互你看做是好，毋是靠家己的才调，乃是伫每一日遵趁你的话甲旨意来行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有敬畏的心，来顺趁你的律例，接受你的法度，照诚实行代志。因为你讲，这是义人，的确得着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